歡迎大家收睇財富訊息。Coco 睇翻2025年啦，環球股市表現得非常之好喎，主要有咩因素呢？主要咧都有幾個原因嘅，咁包括啦環球央行減息、AI 熱潮由概念轉為應用、各地估值重估等等。咁而其中整體亞洲股市除咗受惠 AI 主題之外，亦都受惠到美金下跌。咁嚟到2026年啦，Ivan 仲可唔可以有咁好嘅表現呢？嗱，咁我哋要睇下啦，頭先你提及嘅因素啦，今年會有啲咩變化啦？咁同埋咧，有冇其他因素咧？我哋需要考慮嘅。咁先睇翻貨幣政策啦，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同埋日本央行咧都有機會加息㗎，而歐美嘅減息步伐咧就可能會放緩。咁加上啦，今年都仲有美國中期選舉同埋美聯儲主席換屆啦，呢啲都有機會咧令到資金流向咧會變得混亂㗎。咁你都提到啦，美國嘅中期選舉，回顧翻1974年去到而家嘅13次中期選舉，標普500指數喺選舉年嘅整體表現普遍理想。咁如果由選舉日前1年去開始計算，咁標指咧有13次入面咧有9次係錄得上升，上升比率咧近70%，咁平均升幅超過1成半。咁其餘下跌嘅年份就主要咧受到重大風險事件去影響，咁當中包括石油危機啊、波斯灣戰爭、經濟衰退同埋加息週期嘅。不過都要留意翻啦，越接近選舉日期嘅話咧，標指上升嘅概率咧就會越低。咁例如由選舉日前2個月啦、4個月又或者係6個月開始計算嘅話咧，上升嘅比例咧降到得翻5成4嘅啫。咁反映啦政治不確定性咧喺臨近選舉嘅時候咧會放大翻市場嘅波動性。咁所以喺策略上高啦，都需要分散翻去唔同嘅區域啦。Coco 話亞洲股市舊年表現得好好喎，咁今年有咩值得注意呢？咁人工智能公司咧，正係喺度擴大資本開支，咁而 AI 喺功能同埋應用層面咧，都係持續創新嘅。咁呢一啲咧，都會帶動到硬件啦，同埋雲端供應商嘅需求，咁直接利好翻亞洲地區嘅科技股。不過都要留意喎，美聯儲減息同埋當地嘅財政政策刺激，可能咧會支撐住美國經濟復甦，咁從而推升翻美金，影響到流入去亞洲市場嘅資金。咁加上個別嘅地區股份啦，其實都累積到相對可觀嘅升幅㗎啦。亦都要提防整體亞洲股市嘅波動性咧，將會加大嘅。係啊，咁所以喺投資策略上高咧，除咗係聚焦受惠 AI 主題嘅高增長板塊之外啦，亦都可以分散翻咧防守性比較強嘅亞洲高息股。咁過去5年嘅數據我哋見到啦，除咗2025年之外咧，亞洲高息股喺其餘4年嘅時間咧，都係跑贏咗整體亞洲股市㗎。咁除咗有比較高嘅股息率之外啦，亞洲高息股嘅波動性咧，亦都比整體大市為之低嘅。咁可以為投資組合啦帶嚟比較好嘅風險調整後嘅回報。咁 Coco 不如我哋都講下債市啊。好啊。咁頭先咧，你都有講到今年有一啲主要央行咧有加息嘅機會，咁而美聯儲亦都可能咧會減慢翻減息步伐，呢一啲因素咧都會增加翻債市嘅壓力嘅。咁同時都睇到啦，目前無論係投資級別，抑或係高收益債，咁佢哋嘅信貸利差都已經收窄去到歷史低位，債價上升嘅空間有限。咁預期債券嘅潛在回報主要都係來自於收益率。係啊，債券組合除咗係需要繼續控制翻存續期之外啦，亦都可以分散翻咧去唔同種類嘅固定收益。咁從圖裏邊我哋可以見到啦，而家環球大部分嘅固定收益類別嘅收益率咧，大部分都高過美國國債。而呢一啲嘅固定收益咧，有唔同嘅特性啦，亦都可以幫助債券組合分散翻利率風險嘅。咁好啦，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